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滋味人生，我係偉心。各位親愛嘅朋友，你知呢，有一個我哋可能從來沒有細想過，但卻非常驚人嘅事實，就係全世界平均每3秒鐘就為多一位認知障礙症，亦即係我哋常講嘅失智症嘅患者。呢個速度比我哋泡一杯茶、睇一則新聞嘅速度還要快。尤其喺我哋呢個年紀，65歲以上嘅朋友們罹患嘅幾率更高。而且女性嘅風險竟然只係男性嘅2倍，年紀越大，呢個風險就好似爬樓梯一樣，一步一步往上。但係今日維生唔係要嚟嚇壞大家嘅，相反地，我要同你分享一個天大嘅好消息。有科學研究證實，只要我哋喺每日嘅飲食上做一點少少嘅聰明嘅改變，竟然就能降低大約53%嘅發病風險。你沒聽錯，係超過一半嘅風險。大家今日一定要將影片睇到最後喎，因為喺影片嘅後面，衛生衛同你分享一個真實嘅案例，就係我鄰居嗰位82歲嘅黃奶奶，佢就係因為一個我哋大家都以為係養生嘅小習慣，結果差點讓全家人半夜掛急診，真係到現在諗起嚟，我心頭都還未發毛。呢一件事都讓我徹底明白，食靚嘅真係唔能夠淨係憑感覺。尤其要預防長失智症呢種不可逆嘅疾病，食對咗先至係守護我哋下半輩子最重要嘅關鍵。好閒就跟住衛生一齊嚟睇下，究竟係邊一啲藏喺我哋餐桌上嘅健腦寶藏，能夠幫助我哋嘅大腦保持年輕同活力吧。講到顧腦，好多人可能第一個諗到嘅係嗰啲好貴嘅保健品，但你可能諗唔到，有啲我哋唾手可得嘅零食，竟然亦都有意想不到嘅好處。就從呢個好多女士們都喜歡嘅嗰份甜中帶苦嘅黑巧克力開起吧。佢可唔淨係滿足我哋口腹之欲嘅零食哦。高品質嘅黑巧克力裏面含有一種叫做黃元醇嘅天然化合物，呢個成分好厲害，佢可以促進我哋大腦嘅血液循環，就好似幫我哋嘅大腦多開幾條高速公路一樣，讓氧氣同埋養分能夠更順暢咁送達每個角落。每日大概食個20到30克。差唔多咧就係2-3片嘅大細就足夠啦。不過衛生要特別提醒你，記得一定要挑選低糖而且可可含量高嘅產品，先至不為顧鳥腦確膨咗腰麼。喝完下晝茶，食咗點心，好多人係咪習慣嚟杯咖啡提提神呢？我身邊好多朋友都話，一日唔喝咖啡就好似沒開機一樣。其實入對咗咖啡唔只係提神提高專注力而已。咖啡裏面富含嘅抗氧化物就好似係我哋大腦細胞嘅保鏢，可以保護佢哋唔被身體裏嘅自由基呢個壞蛋傷害，進而減緩我哋認知功能退化嘅速度。好多研究都指出，每日入1到3杯大約400毫升嘅無糖黑咖啡，好處真係多到述不完。佢唔只能夠保護大腦，還對我哋嘅心血管健康，甚至降低糖尿病同一啲癌症嘅風險都有顯著嘅幫助。不過老話一句重點在於無糖僅量，冇加太多嘅糖同奶精，先至不為將好處都抵消掉。2.2 喝完一杯香醇嘅咖啡，提振咗精神。咁我哋嘅正餐又能加點咩嘢嚟幫助大腦呢？不妨嚟點充滿異國風情嘅咖喱吧。你知嗎？咖喱漂亮嘅黃色，主要嚟自一種被稱為姜黃嘅香料。呢個姜黃啊，喺古印度醫學裏可是個寶貝。佢嘅核心成分姜黃素有一次非常了不起嘅功夫，就係可以直接降低我哋大腦裏面嘅發炎反應，從根源上延緩大腦嘅衰老。不過姜黃素有個小缺點，就係佢本身唔太容易被人體吸收。但別擔心，我哋嘅老祖宗好有智慧，佢哋發現只要將姜黃同埋黑胡椒蟹有1點油脂一齊加熱烹煮，吸收率竟然可以提升好幾倍。所以講最方便又美味嘅食法，莫過於每個禮拜食1到2次，用純正姜黃煮出嚟嘅咖喱飯菜啦。喝完一杯香醇嘅咖啡，提振咗精神。咁我哋嘅正餐又能夠加點咩嘢嚟幫助大腦呢？不妨來點充滿異國風情嘅咖喱吧。你知嘛？咖喱攞漂亮嘅黃色，主要嚟自一種被稱為姜黃嘅香料。呢個姜黃啊，喺古印度醫學裏同是個寶貝。佢嘅核心成分姜黃素有一佢非常了不起嘅功夫，就係可以直接降低我哋大腦裏面嘅發炎反應，從根源上延緩大腦嘅衰老。
不過姜黃素有個小缺點，就係佢本身唔太容易被人體吸收。但別擔心，我哋嘅老祖宗好有智慧，佢哋發現只要將姜黃同埋黑胡椒，還有一點油脂一齊加熱烹煮，吸收率竟然可以提升好幾倍。所以講最方便又美味嘅食法，莫過於每個禮拜食1到2次用純正姜黃煮出嚟嘅咖喱飯菜啦。講到藥嘅，除咗咖啡，還有一個我哋東方人更熟悉嘅就係綠茶。綠茶裏面含有一個好特別嘅物質，叫做兒茶素。佢係一種強力嘅神經保護劑，可以幫忙清理大腦裏嗰啲唔好嘅蛋白質沉積物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叫茶氨酸嘅成分，佢可以幫助我哋嘅大腦產生阿爾法波，讓我哋感到放鬆，同時又能夠保持專注。每日入個2-3杯清香嘅綠茶，對大腦有非常好嘅保護作用。呢篇有個小訣竅，要分享給你泡綠茶嘅水溫，最好喺80度以下，而且唔好浸泡太耐，呢樣先至能夠保留最多嘅活性成分。早上喝杯咖啡，下晝嚟杯綠茶。呢個組合可以講係既健康又風雅呢。接下嚟呢個食材係我哋餐桌上嘅常客，長得好似一棵小樹，佢就係綠花椰菜，亦即係我哋講嘅青花菜。佢同白花椰菜、高麗菜都屬於十字花科蔬菜。呢類蔬菜裏有個好神奇嘅物質，叫做蘿蔔硫素。呢個蘿蔔硫素佢唔係直接作用於大腦，而係請一位聰明嘅將軍，佢為去啟動我哋人體細胞自己嘅防禦同修復機制，全面提升身體嘅解毒同抗氧化能力。身體嘅防護罩打開咗，大腦自然就能夠維持喺一個健康嘅狀態。料理佢亦都非常簡單，只要將綠花椰菜洗乾淨，切成小朵，喺滾水裏快速咁燙一下，睇到佢變成鮮綠色就可以撈起嚟。你可以加點蒜頭一齊炒，增加風味。亦可以簡單淋上一啲優質嘅醬油或者橄欖油，就係一道清爽又高效嘅健腦佳肴啦。再嚟呢個嘢可以講係我哋早餐嘅黃金搭檔雞蛋。過去好多人都驚雞蛋嘅膽固醇，但係越嚟越多嘅研究都為佢平反咗。尤其是蛋黃，佢富含一種叫做膽鹼嘅營養素。呢個膽鹼係我哋大腦合成記憶力相關嘅神經傳導物質，一個非常關鍵嘅原料。所以經常適量地食雞蛋，可以幫助我哋提升記憶力。每日早餐嘅時候食1到2顆水煮蛋或者蒸蛋，不僅能提供我哋持續嘅能量，亦都為一成日高效嘅腦力運作打下一個好好嘅基礎。聊咗呢麼多，唔知你有沒有發現，好多對大腦好嘅食物顏色都好鮮豔，就好似接下嚟要講嘅莓果類，似係藍莓、草莓呢啲，佢哋嗰漂亮又迷人嘅顏色嚟自於一種叫做花青素嘅天然色素。花青素唔止係好睇嘅啫，佢還係強大嘅抗氧化劑同埋抗發炎劑，可以直接保護我哋嘅神經細胞唔受氧化壓力嘅傷害，還能改善神經細胞之間嘅信號傳遞。每日食一小把藍莓或是幾顆草莓，唔止對大腦好，對我哋嘅皮膚亦都好好喎。佢豐富嘅維他命 C 同抗氧化成分，可以保護皮膚嘅膠原蛋白，延緩衰老，讓你容光煥發。你諗下呢個比投資係咪太值得啦？講到零食，除咗黑巧克力，還有一個更健康嘅選擇就係核桃。核桃因為長得似我哋嘅大腦，所以自古以嚟就有以形補形嘅講法。呢個可唔只係講講而已。核桃富含維佢命、E-Omega-3脂肪酸以及多種礦物質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嘅一項研究就發現，每日堅持食大約40到50克，差唔多就係4到5顆中等大細嘅核桃，可以顯著提高中老年人嘅認知測驗分數。我建議你可以將核桃當作健康嘅零食，亦可以將佢破碎咗加入燕麥片或者係沙拉裏面，讓佢成為我哋日常飲食中一個規律嘅好習慣。接下嚟要介紹嘅可以話係大腦最頂級嘅燃料啦，咁就係富含油脂嘅深海，好似係鮭魚、蒸魚、秋刀魚、沙丁魚等等。呢啲魚類嘅油脂裏含有一種我哋大腦可以直接利用嘅 Omega-3脂肪酸，叫做 DHA。呢個 DHA 係構成我哋大腦細胞膜最核心嘅成分，對於維持神經嘅流動性、完整性以及信號傳遞嘅功能都至關重要。而
而且我哋嘅大腦沒辦法自己高效咁合成 DHA， 一定得從食物中嚟攝取。建議每個星期至少食1到2次呢一類富含油脂嘅深海魚。烹調方式亦都好重要，盡量用清蒸烤箱、烘烤呢個種比較溫和嘅方式，先能喺享受美味嘅同時，為我哋嘅大腦補充最關鍵嘅營養。最後終於要揭曉第一名啦！呢個食材可以講係我哋菜市場裏最常見、最普遍，亦都最平嘅，佢就係深綠色葉菜類。沒錯，就係菠菜、地瓜葉、空心菜、芥藍菜呢一啲。大量嘅研究結果都顯示，長期而且有規律地攝取深綠色葉菜，對於延緩大腦衰老、保持頭腦清晰嘅幫助係最明顯嘅。呢啲深綠色蔬菜簡直就係大腦嘅綜合維佢命。佢哋富含葉酸、維佢命 K、葉黃素，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同埋抗氧化物。佢哋為從好多唔同嘅管道一齊作用，為我哋嘅大腦提供全方位嘅支持。所以從今日起，我哋要記得每日嘅餐盤裏都要有足夠嘅綠色蔬菜，而且深綠色嘅應該要成為主角。講咗呢麼多食嘅，從香濃嘅黑口克力一路聊到我哋餐桌上最常見嘅綠葉蔬菜，但衛心德老是稱，光靠食係絕對唔夠㗎。真正有效嘅預防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嘅生活體系。除咗飲食之外，每個星期至少要有150分鐘中等長度嘅有氧運動，前係快走、游泳，呢個可以促進我哋大腦神經營養因子嘅分泌。係有深度睡眠，係我哋大腦清理代謝廢物嘅黃金時間。保證每日7到8個鐘頭嘅高品質睡眠至關重要。再嚟要讓大腦保持活躍，就要不斷學習新技能，保持閱讀嘅習慣，積極地參與社交活動，呢啲都可以不斷刺激我哋嘅大腦，形成新嘅神經連結。最後就係要嚴格控制好我哋嘅血壓、血糖同埋膽固醇，呢啲都係為加速認知衰老嘅危險因子。講到呢裡，亦都讓我諗起咗開頭提到嘅黃奶奶。後嚟我哋先知道佢每日朝早都習慣自己打一杯精力湯，把好多水果，前係香蕉、鳳梨、芒果，通通打埋一齊。佢覺得咁好養生，但卻沒有注意到裡面嘅糖分有幾高。嗰日就係因為血糖飆得太高，先至引起咗急性身體不適。呢個亦都提醒咗我哋，任何好嘅東西過量啦，都可能變成傷害。真正嘅滋味人生，唔止係品嘗食物嘅美味，更係細細品味嗰個思緒清晰、身體健康嘅每一日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同你關心嘅親朋好友有幫助，請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，並且將佢分享出去，讓我哋一齊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多盡一份心力。維心喺呢裡祝福我哋所有嘅朋友都能夠思緒清晰，身體康健、平安喜樂，滋味人生。我哋下次見。